我拢烫掉啊。对，我看我冲洗。你伫倒？你问这要创？啥物我伫倒？你免担心，你叫因拍电话给我，无代志。好，声哥，你叫因拍。我讲问你一解，你伫倒位？我着表啊，我即马是38度半。你即马为着要演戏，啊你竟然要跟我离婚啦？你只想甲我当做二奶娘中母。后来代志你嘛知影，政府对咱的要求是愈来愈多，我已经挡袂了，我不爱做啊啦。但是如果老天爷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，我会紧紧的抱住这个女孩子，跟她说，让后世人过来做阿嬷某。